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讲到这寒流来到位，加上这辐射冷气的影响，19透早呢，各地头拢出现低温，亲像新地高温只有4度，另外地表那个西湖4.5度，拢是入冬了后上界低温度。气象局也要提醒民众讲，就算拜一咧改善这温度有较温暖挂，不过拜三还有强烈冷气团到位，拜四开始到拜六礼拜温度会搁降，有机会来到寒流等级。寒流过了后，市民赶紧去气温看卖。因为伫寒流来进前有用新的设备，把温和少的空气拍落水底，让气温内水温度较悬，让鱼仔顺利度过这波寒害。沙巴若是水温若是10度以下吼，就会死啊！哦，伊这目前拍这个气咯吼，我家己有16，早起就有16度八，所以伊会脱过这死亡的这界线。寒人这波上强的寒流，加上辐射降温，透早各地温度是拢增加。伫新德关高尾测到4度的低温。标了西湖4.5度，台中外埔测到6度，也那云林花莲局部地区拢有到6.1度。台北市大安区嘛捌出现7.9度的低温。拜一日是温度回升，不过拜三开始会有强烈冷气团到位，佫会变天。气温从周三开始就会逐渐的下降，那预估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就介在10到11度左右。那可能到了周六、周日的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程度是有可能再提升到寒流的一个等级。气象局分析，根据目前的观察，拜三到位的冷空气水汽较高，会较潮湿；拜四到礼拜会较大冷，拜六礼拜圣诞假期低温可能会较寒流等级。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拄着反性迎年，湖北极震动，互冷空气无法度锁伫极区，一直向外传开，按算一直到下年，拢可能会是较冷的天气。不是只有台湾或是东亚冷，其实在这个美国或是在欧洲都面临到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的袭击。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才有机会告一个段落。气温一日手降真济，17、18这2天，拢总有135个人伫送病院进前就无性命现象。若想甲天气冷、温差大有关系，专家提醒，最近的气温会一直起起落落，较烧落了后就搁反寒。侪伙人就要特别注意身体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那天气寒啦，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指挥官王必胜表示讲，最近调查发现讲，国内普拿疼一款药啊有大量去红包嘅情形，已经要求厂商要赶紧制作，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买咧寄出国外。另外，讲到这本土病例部分，有关有万通例，国内主要是感染到这 BA.5这款病毒。不过，对中国入来有一个是 BF.7，也就是中国目前当咧流行的病毒株。指挥中心会继续观察。新冠本土疫情连续10天相关了后，较淡薄仔降，19拜一增加10317例本土病例，中重症32例，死亡有23例。另外，上新Omicron变异株定数结果也出来，本土依然是以 BA.5为主，不过境外移入部分各检出一例 BA.5甲 BF.7，拢是为中国入境。BF.7哈，特别在北京周围哈，另外就是说 BA.5的话，则是在大多数的省份都有在流行，所以目前并没有发现说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新兴的变异株被我们检出，我们还会密切的注意。两化疫情拢相关，中国最近出现退烧药抢买的情形，就连香港的普拿疼拢红卖了。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证实，国内也出现大量买的情形，呼吁民众有其他的共成分药品会当买，千万唔通大量买，寄出去国外。普拿疼这种药物，我们是应该要依需求来适量去购买，不要这个大量购买转寄国外。另外，离农历春节即剩1个月回，未少民众观测金马小三通什么时阵重新开放。当地指挥官王必胜也亲自到金门视察入境检疫流程。王必胜表示，已经将防疫评估交予陆委会。一旦他如果开放了这个小三通之后，那如果说中转的这个旅客他的这个确诊人数多，或者是有症状的人数多的情况，那么我想还是会对这个离岛的医疗或防疫的这个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冲击。王必胜强调，目前中国疫情继续升悬，估计无偌久会达到高峰，所以小三通重启需要妥善运用。那具体复航时间点会交予决策单位来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有立委接到民众တင်情，讲即马越南的签证费用甲英国来比，差不多起3倍，这就要到4、5千块。
外交部也讲，因为目前去到越南的申请手续有较复杂，已经和越南方面沟通啊。也因为这边已经带入封锁，加上过年期间经济民众拢要出国，旅行社也讲，代替民众办护照、办签证，这人数拢比疫情进前是加3倍外。办护照，请往前走。办理换发护照的民众为大天来，一直摆到东门外口。国境解封以来，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台北办事处连续1个月以来，拢呈现这款大部分的状况。网络预约已经满到明年，现场排队要等2点半钟以上。除了交开柜台，也向其他单位就经管主管也伫第一线服务。曾经最高全国收到1万多本，那我们台北局本部这边呢收到7200多本，这个已经算是创下纪录了。将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正在规划，或许可以开到20个柜台，来疏解这样的人潮。目前挂办护照的多数是计划跨年还是农历年出国民众，旅行社代办业务也安尼业绩真好，比疫情进前同期增加3成以上。很多人都是超过3年没有出国了，那可能最近开始想要订日本或韩国的机票，发现自己的护照已经过期了。那再加上就是说平时上班的话，可能工作比较繁忙，也蛮难自己到就是柜台去办理。疫后出国旅游需求大，也毋过立委副省馆接到民众တင်前过去去越南签证继续1,500，最近起到4000至5000，过3倍以上，主要是疫情了后台湾旅客去越南旅游的天数甲过去无同，需要先透过越南旅行社摕到入境批文，才当办签证，这期台越双方无相对。申办要去越南的签证手续跟时间，都较疫情之前更加的冗长。外交部跟我们驻处因此已经多次的就这个问题向越南政府来表达我方的关切。越南他们也很重视，并且表示正在洽查改善当中。目前，咱国对新南向旅客团体来台实施无条件赦免签证奖励措施，外交部表示会依据互惠原则，请越南政府改善咱国前往当地的签证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国关切首长特别上任，那这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和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拢公布小瑞个名单。这高虹安是找高检署的检察官蔡立青担任副市长，那张善政是找台大病院麻醉部主任王明居，还有前新闻局长苏俊斌来做副市长。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公布第一波小瑞个副市长是高检署检察官蔡立青，秘书长是为台北市首长的地政局长张志祥担任，也阁有教育处长唐凤娇、地政处长何宪琪、甲民政处长严一琪，女性成员较济。未来的副市长，目前是采用这个高检署的检察官。那我相信他的这样子一个法治专业，还有他在这个检察官检调体系，这样子一个 debug 的能力，我觉得未来一定能够让大家来了解过去的这些公共工程的疑虑。高虹安因为早领助理会案件，先前面对侦查压力甲人事交接比拼选战较忝，因为外界质疑有关键的内销的私人电脑送修无被检调查扣，伊表示迄是电子备忘。也选去新竹市府使用。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尊重我们检调跟司法相关的程序。那我想这个部分目前我们都是以25号就职，然后当天来做派任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的。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发布小内阁，两个副市长分别是台大病院麻醉部主任王明居，甲捌做新闻局长的苏俊斌。那我在跟他们晤谈的时候，特别强调说，不管过去曾经跟谁共事过，一旦进到桃园市政府，就不是说谁的人或谁的人，而是桃园的人，这点非常重要。张善政也向新北市首长秘书长由新北工务局长兼任副出任，新北市政府参事罗淑华做副秘书长，由推广霹雳布袋戏国际化的区正生做文化局长，甲参加香港会团研发计划张成做研发局长。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这嘉义市长选举，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是以59874票赢过民进党的李准一27000多票，顺利来连任。黄敏惠进前捌做过2届嘉义市长，这届又搁再连任，也创下当选4届地方首长的这个纪录。嘉义市这选战，民进党是搁再选输，就党内立委伫咧呼吁讲，就要赶紧检讨，烦恼讲这影响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
上车开始扫街谢票，顺利连任的国民党嘉义市长当选人黄敏惠25就要开始新的任期。虽然选举拄啊结束，伊19无休困，一透早就开始谢票。人要更努力，然后更用心的耕耘。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是有许多的意涵在这里。黄敏惠会变做第一个共一个县市4度当选的县市首长，伊透早搁一摆感谢选民的支持，因为顶一摆选举投票率近68%，伊摕着58000几票。今年选举延期加上天气热，投票率到43.几，历届上佳状况之下，伊摕着59000几票，比顶一届加1000几票。以32000几票败选的民进党李俊毅，透早同款展开谢票的行程。面对败选，伊表示尊重市民的选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嘉义市未来要怎么样的发展我想民众也发出很多的声音。李俊毅表示会甲民进党共同检讨改进，但民进党搁一摆败选，党内检讨的声音嘛愈来愈侪。立委陈廷飞嘛呼吁应该赶紧找出真正的原因，啊若无恐惊影响2024年的大选。现在绝对不是在讨论大内阁改组还是小改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有把问题找出来了，否则改了谁换了谁有什么用？民进党最近因为乌金顶问题争议不断，九合了后的延长赛阁有2场，若党内无法度伫争议问题顶悬赶紧调整指挥，恐惊后壁选择嘛会无乐观。记者嘉义台北报道。咱拢希望有一个平顺人生，不过意外是直接发生，出现一寡咱无法度控制情形。亲像美国夏威夷航空的国内航线传出这飞行机要掉落来，却撞到乱流的意外，加在大家是种平安无代志。不过也是有20个人送病院，其中11个人伤势真严重。陈青山机场出境航下外口，数10台救护车准备要载受伤的乘客去病院。拄到代志是甲卫兵警官共行空中巴士 A33 200客机，航班编号 HA35，由美国本土亚利桑那州红红城要飞去夏威夷。乘客有278人，外加10名机组员，因讲是满载状况，原本是一路平安，不过伫降落进前差不多30分钟，拄到紧急状况。They encountered some sort of turbulence that resulted in injuries to the passengers. We have gone to these types of calls in the past, but fortunately, they're very rare. We travel a lot. We weren't necessarily nervous anything was going to happen, but the turbulence was really, really rocky. We were more nervous we were going to throw up and get sick. 地面原本接到紧急呼救，指出机顶至少36人受伤，不过飞机降落了后，经过第三医护人员评估，爱送病院治疗只有20人。Transported about 11 in serious condition, and 9 would be considered minor injuries or minor condition. Although initially we thought there were some patients with critical injuries, after further assessment, it didn't look like they were fortunately that severely injured, which is great. 美国媒体引用气象单位讲法指出，夏威夷地区拄到强烈冷风侵袭，又强风甲雷阵雨出现，这摆乱流就是出现在雷雨当中，而地面温度差不多36000英尺。夏威夷航空是进出当地上大航空公司，伫全美国规模排名第10大，成立超过90年。过2000年以来，飞安事故真少，也因讲是无重大伤亡，算是记录真好的航空公司。公司新闻时间人朋友。伫咧顶一回阿根廷伫摕到这世界杯的这个骹球冠军呢，已经是36年前咯。这也是阿根廷有史以来第3座的世界杯冠军。阿根廷全国拢伫咧庆祝，支持梅西的球迷是真欢喜也真感动。不过讲到这无缘摕到冠军的法国队呢，因的球迷是真失望。不过球迷也拢讲，这冠军赛2队拢踢甲真精彩，是一场真有水准的比赛。看到 PK 大赛，阿根廷国卡蒙特尔破网的时阵，伫卡达球迷现场拢叽叽叫。伫拿半球的阿根廷也全国欢庆。伫布宜诺斯艾利斯邦江比周边的车路客满球迷，也佫出现大型国旗伫大家头壳顶。Teníamos que sufrir como argentinos que somos, nada es fácil, pero bueno, acá estamos celebrando. Este era el año, sin duda. 有人爬起电火条蓝国旗，要球迷摕美食上第一相片上走路，真侪人心情激动。这是阿根廷为1978年、1986年了后第3摆抱走大力神杯。Tengo 41 años y sufrí el 90, todos los mundiales y ver con mis hijos Sosa de Pilar.
全阿根廷人为美时所带国家队感觉强豪，伫法国阿根廷人也伫香榭大道庆祝。啊，毋过为批评群众伤过欢喜闹事，警方赛车慢慢行，甲大家讲庆祝过就好啊，即马用欢喜转去咯。On a perdu une finale de Coupe du Monde au Brésil, on a perdu 2 finales de Coupe América. Enfin, Léo Messi, à fin de carrière, il fait quelque chose d'incroyable, élever la coupe pour tout le monde. 对法国人来讲，未免无成功，互人失望。啊，毋过也承认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Mal, mais franchement, c'est un des meilleurs matchs que j'ai vu de ma vie. L'équipe a vraiment Mbappé, il a porté l'équipe. Colomboigny, il a des couilles en acier, je le dis devant la caméra. 伫卡达，真侪球迷翻送国家英雄离开体育场。这一届世界篮球赛是阿根廷队长梅西最后一摆，全体球员表态要自1986年马拉多纳了后，互梅西愿望也大力心杯。车斑马离开现场，黑暗当中发现车最后一排为不出大力心杯，而且提人就是梅西。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面对着中国的军事威胁，年底进前敢会甲做兵时间延长呢？体育会主委帮社款认为，甲4个月军事训练延长是合情合理的。那国防部敢会正式来公布呢？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目前无高层的压力，规划也无受到阻碍。两方关系紧张，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年底进前兵役暂时延长，加做大家关注的焦点。体育会主委帮社款讲，4个月军事训练时间上短。那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高层无互因压力，那好人有卡关的问题。军事训练以4个月把它延长，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的确，当一个战斗兵或者一个战斗的人员，4个月是不够的。面临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这个牵涉到政治议题，我就不答复了。卡关啊，并没有什么卡关的问题。这个老的什么刺枪术啊，什么要不要做？我们站卫兵要用枪。用枪一旦有状况来的话，它就自然就变成一个用枪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好像为了这个咬文嚼字啊，哎呀，多久前的科目还在做，我们要看有没有用，只要有用的话，就代表它是必要的。邱国正强调讲，国军需要时间做周期的准备，来解决各界疑虑。那国防部推动刺枪术的训练，方认为是兵役延长方案3大争议之一。训练的内容相过传统，不过帮社款认为讲，刺枪是军人的武术之一，应该爱保留。那民间团体是呼吁，兵役应该延长到1年以上，才会当确保国家的安全。包括美日澳欧洲国家对台湾安全的这个支持啊，让我们责无旁贷啊。我们不能只要求啊有难的时候呢，朋友会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不做努力，所以台湾必须把这个役期延长啊，作为回应国际支持台湾最具体的一个做法。因为兵役延长爱公告1年，若是年底进前无公告，等于是2025年政策才会实施。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兵役是国防政策，以宪法是总统的职权。国安团队详细评估了后，会向大家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是继续强化海军、空军的实力。日本昨日发布新版本的安保战略3项文件，甲中国认定做是有史以来上界大的战略挑战。伫同一天内，中国解放军辽宁号军舰就经过宫古海峡，18个伫咧黄海北部进行军事任务。就学者认为讲，日本的做法是咧回应美国的抗中策略，毋过会甲未来甲即中国变面，有愿会保持竞争抑具合作关系。中国继续强化军力，附近的日本昨日发布新版安保战略3文件，将中国定位做以前所无的上大战略挑战，也要甲同款以上的国家合作应对。随后，也阁公布强军辽宁号航艦昨日绕过宫古海峡，向太平洋航行的資訊。航空自衛隊の戦闘機が緊急発進、スクランブルをしましたが、領空侵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日本高度关注强军行动，强军也公布18起伫북海海峡、黄海北部展开为期8天的军事任务，基向日本的意思警告。因为美国既然在今年的10月份呢，它的国家安全这个战略里面呢，已经提到了，也把中国当成是它的挑战哦，因此它只是这个随着美国呢，追随美国去做这个处理哦。
学者认为，中日双方也未相关到敌对状态，有望会维持竞合关系。不过，中国国防预算继续增加，强化海空军实力，对日本来讲，也威胁到能源线甲生命线。关键在2月下旬举办的中日外长会谈，敢是受影响？有待观察。中日之间的领袖最近才在 APEC 会里面有见面嘛，就是双方的关系事实上有改善的一个迹象啊。那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样一个安全报告的一个发布，那就取消了这次访中的一个行程。因为传出习近平已经下令2027年以前，强军要做好战争准备。国际关注第一岛链区域安全，国防部公布18早起6点到19早起6点，拢总征集强机11架次，共南3架次绕台，其中有9架次强机也超过台湾海峡中线。面对强机基南绕台新常态，国军继续应用基南甲华地飞弹系统监控应对，无要互强军踏入来一步。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今年实行境外食品登记新制度，咱台湾申请案件只有25%通过。有媒体指出讲，食药署协助这往来所业者申请，却把往来所当作是有包压的面粉类食品，才会申请无通过。不过，食药署也强调讲，当初无高饼类的选项只好先选别项，只要业者愿意补件，这食药署拢会协助。在海选了后，台湾食品外销中国嘛卡关。中国今年针对境外食品实施登录新制度，卫福部食药署协助3305件业者申请注册。到顶礼拜为止，敢若有855件通过审查，通过率敢若2%。外界质疑讲，食药署哪像是甲往来所当作是包压面食，才地书推荐注册代为申请的案件，差不多拢无通过。当然说政府没有厘清，它有一定的责任。对，可是一开始你就把事情说明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说是他们恶意刁难啊，没有说什么要怎么做啊，什么等等。不过食药署背回讲，中国去年10月要求台湾官方要伫咧2礼拜内完成包裹式的注册，而且迄当阵14类的选项内底，敢若有包压面食这类，并无糕饼类。去年11月份，中国开放食品业者家己注册，9位内底有列出糕饼类，未少国内真出名的业者，伫去年底有注册成功。不过今年3月初到了后，中国又搁取消台湾业者家己上网申请，敢若会当透过食药署送件，业者若有填了唔对去的，拢已经有请业者家己修正啊。不管你是推荐注册或者是自行申请注册的，那一些文件才会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有糕饼的项目嘛，所以如果像凤梨酥这一类的，我们就跟他说，你要走的是属于糕饼的这个项目，不是走包馅面食。食药署强调讲，会积极协助业者送书面的申请，包括成分、比例、甲制程等等，标价内底爱填的项目，拢有写甲真清楚。食品业者考虑了后，会当家己决定敢是要补件。根据食药署上新的统计，包压面食目前送件有82件，2件是有注册成功。是生产园仔有包压食品的厂商，其他拢去用退件。目前71件厂商无补件意愿，有9件当地补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海产，这届影响上界大的就是蚵仔、扇肉加鲫鱼。台湾区远洋鲫鱼海扇肉工会就统计，敢若禁令公布当天，这扇肉损失着1.5亿。即马农委会要提出短期应用，也有长期改变高一个市场的政策，也有含这业者座谈了解因的心声。不过，这饲蚵仔戏面是希望讲会当扩大其他的通路市场，也有业者认为讲这料的金价是坐过补助金价。在散卖远洋鱼船转来，落回了就走。不过，根据台湾区远洋鲈鱼甲秋刀鱼工会统计，才被中国发禁令迄天，走小三桶强退转来，还有委会规落来散肉有2200吨，估计损失有到1亿5千万。我们会让远洋渔业400亿的产值，还有它的上中下游渔网捕、整捕等300亿，总共700亿的产值呢，可以持续的永续。中国最后的一个处理情形如何？那我们还是会降低这一个单一市场的依赖。农委会提出短期的营养措施，才会抓到的鱼仔，暂时放伫冷冻库的电池会做补助，一档1个月500块，补助半年。也若鼓励外销去其他的国家的部分，是一档补贴运费2000至4500，鼓励加工业者用鲈鱼1公斤会补助10块。也若散肉比较鲈鱼的补助办法，不过数量是变做2万吨，而且嘛无补助加工费。
因那周转金的部分是提供利息的补贴，一只存5000万贷款的利息补贴，拢总补贴6个月。当它不能销售的时候，就会变成我们要一个仓储入库的一个费用，所以我才跟跟农委会建议说，6个月补助我们24万。那这个是不是还有在一个检讨的空间？第期应用的措施内底，业者反映讲补助的金额无够，农委会主委陈启中答应讲会看情形来提悬。中国一直提出禁令，农委会希望拢靠单一市场的情形爱做转移，不过嘛无按算要完全放弃中国市场，除了补助的措施以外，嘛协助农民补价予中国。越南蚵仔鱼嘛伫中国禁止进口的名单内底，最近3年的年产量是12000吨，其中屏东县是饲蚵仔鱼真重要的所在，占全国的8成。中央甲屏东县府做伙推出第一波奖励补助，乘以1公斤10块的计数，收购1500吨。不过渔民也是希望市场会当扩大，会当去堆拢好，啊，你政府你有法度赶倒销出去，这是上重要。我们不是靠补助啦。目前这一波上届受到影响的蚵仔鱼，也有4200吨等台北转销去其他的通路。政府收购补贴甲行销来帮助渔民，不过渔民搁较烦恼市场缩限，会冲击到因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伫落林进前呢推出这幸福馆大放送活动，也因为这使用时间只有3天，真侪店家拢出现讲这民众排队要使用这幸福馆的情形，所以因为拜6礼拜撞到寒流，店家甲民众拢真无欢喜伫咧排队。台北市长郭文哲今表示，这幸福馆超过预算8300万，不过无超过第2有比金的范围。计程柜台这边，店员问试上细一看，才发现这个小小空间内底客满人，外口个摆架长乐乐。这是10月南港区农会民众使用终极加码上好馆的情形，一个比批评是上好之乱。为要第期限最后一天用掉，才拄到一冬第一波寒流，让真侪店头甲民众拢有怨言。100操作一次，那我们店家少也是一样，增加这个时间。也是蛮浪费人力的了，可以时间拉长，然后店家多一点参与的话，那可能会更好。虽然南港区农会10倍营业额是平常时6倍，不过原本暗时6点半都要关门，可能配合不应该9点。如果天气好一点就会用，但是也太赶了，对我们来讲，对民众来讲，刚好没有出门就过了啊。你可能那2天没有刚好到这些店家就用不到了。对引起民怨，台北市长郭文哲强调，上好馆实际使用587万张，超过应用额度83万张。原本编列8900万，结果加码超过预算，会动用一笔金，差到8300万，不过无超过1亿4000万的范围。学到一课，这种促销活动时间长没有用，你搭30天他反正觉得说还早，你给他说只有3天他反正。去采买的速度增加。对外界支持下定进程也钱，郭文哲表示，疫情未到会遮尔热，不过疫情转好，就是要加速复兴产业，也坚守财政纪律，未负责无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诈骗集团有影是无度断根，有真侪学生也去互利用去。其中这中学生上届接触到的，就是网络买物件的诈骗，也有临时工诈骗。那讲到大学生的部分呢，是碰到投资诈骗。有专家建议讲，要强化学生的金融素养，也就要下冷气来合作，提升反诈骗的观念。因为我之前也有卖游戏账号的经验，所以就是比较有点卸下心防。就是你出金都出得很顺，不会说要再丢什么保证金进去才能让你把钱领出来。这个姓陈的同学还阁咧读大学3年啊，伊甲网友讲定要卖游戏口座互伊，原本想讲要趁款所费，电脑算加入诈骗的陷阱。就是各种理由让你再丢钱进去，然后就是一样钱领不出来，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发现真的太奇怪了。甲英国交易的平台无共款。想要卖游戏口座，还阁爱成立保证金。这个同学讲，对方用各种的名义，互伊拢总汇7万外过，落尾毋但游戏口座无去，连钱嘛讨袂转来。其实大学生上常拄到的，就是像伊这种的投资诈骗。因若高中生甲高中生，较会拄到买物件、甲做山工的诈骗，甚至是失信相关诈骗的手路。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各式各样诈骗的脚本，这是最直接的。第二个是针对新兴的这些科技的方式，不管是 deepfake 也好，或虚拟货币也好，我们都会期待孩子可以对这些知识有更多的认知。
除了要让学生了解各种诈骗的形态，专家嘛强调讲，都要强化因对个资隐私的保护，因为诈骗的手路是百百款。也有立委讲，国内29岁以下的少年人有4成对金融是拢无了解。为警方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到10月，18岁至23岁的诈骗嫌疑人都有8200多人，这内底都有受害者，家己拢唔知影家己已经变做犯罪集团的一部分啊。因为我发现台湾太少跨中心、跨领域的合作，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产业机关做合作，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太多跟消保团体做合作的机会，比如说消基会，我们没有太多跟政府机关做合作的机会。就算官方有做侪宣导，强化学生辨识诈骗的能力，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讲也是无够，尤其是面对金融的诈骗，相关的素养甲知识，都要为细汉开始教，会当透过下领域合作，提升反诈骗的观念，避免这学生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大鸟熊团团伫11月19过身，今仔日动物园也公布病理检视的结果，确定这团团的头壳内面生瘤，这大脑是严重受损。大鸟熊团团过身1个月，台北市立动物园公布病理解剖的结果，确认团团的死因是原发性的脑瘤，这嘛是进前游行的原因。以我们的切片判断，这个呢就是神经组织里面一个所谓的心状胶质细胞。心状胶质细胞的话，这些都是已经变成肿瘤细胞了。学者表示，团团头壳内底瘤造成大脑严重萎缩、大面积组织液化坏死。这种脑瘤通常好发伫人甲狗的身躯。目前的文献资料，敢若先导一只大鸟熊猫捌生过类似的脑瘤，因为鸟熊数量少少，欠狗仔的案例通比对，也无法度分辨感受遗传的因素。那如果案例慢慢累积多了，譬如说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资讯之后，也许提供给所有照顾跟团团有血脉相关的个体的时候，就会特别去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如果变成好发，当然就合理可以怀疑它是有遗传的潜质。另外，挂界好奇团团的遗体安怎处理？动物园表示，已经尽可能完整保存伊的皮毛、骨骼、甲活体细胞等等的建本，嘛爱看所内保存状况。希望家族野生动物医疗甲救养技术的参考。记者陈亚文、曾准佑台北采访报道。伫咧台南新化的6分社区，本地是靠蔗糖真出名的庄头。不过这几年呢，却因为人口流失真严重，社区为着要行销地方，举办营造成果展，搁再邀请94岁老大人来小解糖厂的历史，互民众搁较认捌在地文化，也带动观光经济。台湾以早靠种甘蔗、蔗糖，将做糖业出口大国。不过时代演变，即马全台只剩2个糖厂搁咧运作，一个伫好尾，一个倒伫成化。为着要互民众搁较认捌成化的历史，社区请一位在地94岁的耆老吴炳富来做导览员，一边散步，一边向大家述解糖厂铁路。这是2帮，下晡时啊2帮，安尼，而且这条搁透玉线。搁透玉线应该看。啊，免钱哦。哎，咱普通的是不该借钱啦。他今年已经94岁了，所以我们邀请我们对于从小在这边长大的耆老来帮我们解说我们6分里的历史。徛伫尾头前大大欣赏，佮摕手机出来一张一张翕。6分社区是传统的农庄，面积虽然大，不过人口敢若700多人。为着要行销地方，台南文化局甲社区合作办营造成果展，邀请时代用当地材料画出去1中的6分。来小区参加这活动好不？好，最好。了解说我们6分社区的民俗以及它的名胜，然后它的历史，尤其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学员年纪偏大，他们都很喜欢来参加这个活动，手动、脑动、脚动。透过行旧糖厂散步铁路，通带外地游客到社区来参观，佮通顺续行销在地农产品。社区的居民也表示，已经向市府争取，希望可以互生活到玉井5分车铁路通行，才通佮带动地方观光。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活动，要活就要叮当。讲到这野球啊，伊唔是这少年人的运动哦。伫台中呢，今仔日有一场这野球的交流赛，参赛60个球员内面呢，内面上届主签的就一个已经88岁姚高岁今仔来参加，甲这个人分做2队来车拼。筹办活动的红道老人基金会表示，希望透过男年龄分组的方式，和老中青三代体验到这运动和团队的精神。比赛一开始，投手投出一个好球，和打者打击出去，飞至悬搁远。随后轮到另外一名打者进攻，佮攻出一记安打。详细看场上，打者甲投手年纪差亲像白细。原来这是一场跨世代的棒球交流赛，来自全台各地拢总高级本土棒球联盟的球队。19号伫台中甲台中上棒队参地乡国小少棒队，男组会变成2队伫球场互相竞争。其中年纪上细汉是9岁，年纪上大的是88岁曾阿伯。手背也可以啊，那个打击啊，都有都可以的。教练表示，甲一般运动竞技无同，中辈体力甲安全肯定第一位。热身除了爱做好，也爱注意训练强度，注重的是节奏甲团队合作。节奏、默契跟身体健康为原则。对，爆发力是年轻人的专利吧。红道基金会表示，联盟成立到今已经有10年，成立19支球队，平均年纪大约66岁，上高龄的有2位90岁长者。因为其中多数是较无咧拍棒球，渐进式的训练，让因爱着棒球。从一个很初阶的方式开始来做学习，以培养兴趣为主。那如果真的是有了这个兴趣的话，他其实也可以就近加入我们邻近的球队。洪道表示，虽然训练过程对长辈来讲真辛苦，也不过场上流汗加享受呼声，唔拿加做因的动力，也互长辈找到当棒球魂。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吉人到新竹对12度到21度。苗栗到云林对10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9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